这下你明白了吧？依靠法宝并不能代替修炼者本身的勤修苦练。我辈修道一途，没有捷径可走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对我说教？快，给我道歉，否则我姐姐不会放过你的。真是执迷不悟，无药可救。这龙女有些手段，距离这么远，我都能感觉到寒意。龙轩的实力已经无限接近神通秘境，方清微不过是借助万罗的法宝罢了，怎么会是龙轩的对手？